我曾經遇過一個學生40歲，佢已經要終身洗腎。話說大概係早3年左右啦，我好有印象，當年遇到一個大約40歲嘅學員啦。咁其實佢本身咧同佢傾偈嘅時候都有講到，由細到大佢嘅生活習慣超差，差到點樣咧？經常捱夜，同埋一定會有食宵夜嘅習慣，仲要唔鹹嘅佢唔食。並且可能佢亦都可以話係太幸福啦。由小學到而家咧，佢基本上係每一日啊都會飲一啲含糖嘅飲料，又或者係細個已經習慣食完飯之後要食糖水，一個禮拜總有2-3次係食甜品嘅習慣嘅喎。咁直到咧佢喺嚟做運動之前嘅3年左右啦，佢有一次真係個嘴唇發白，哇 call 白車入醫院。入到醫院之後咧就量血壓啦，度個血糖啦，哇佢個血糖係高到個儀器咧係已經係最頂點嘅一個讀數，簡單啲嚟講就係爆晒標喎。咁醫生話佢咧就係糖尿病酸中毒，發炎指數係極高，直頭發炎嘅情況係侵蝕到佢嘅肺部同埋佢嘅腎臟。咁後期了解翻咧，原來佢屋企咧有長期一個藥櫃，嗰個櫃咧就放咗好多嘅止痛藥啦、退燒藥啦、感冒藥，係西藥嚟嘅。咁後尾傾落偈，了解翻咧，原來佢由細個10幾歲開始，當有頭暈啊、瞓唔着啊、感冒啊，佢就好習慣性地去佢個床邊隔離嗰個櫃攞呢一啲嘅成藥去食，食咗20幾年。咁所以最終啦，去到佢40歲嗰一年咧，身體真係差到嘭一聲暈低咗入醫院。喺之前佢其實個身體已經好差㗎啦，就一直都係唔肯去睇醫生。所以 Sam Sir 真係好想同你講，千祈唔好過度放縱自己嘅生活，要有良好嘅生活品質，呢個係超重要。3個超重要嘅建議俾你。第一，管好你嘅嘴巴，一啲零食啊、高糖分啊、甜品啊，特別係手搖飲品、珍珠奶茶呢一啲啊，偶爾飲下食下係 OK 嘅，而千祈唔好當咗佢係一個日常嘅習慣。第二，今日嘅你可能係40歲或者50歲都好啦，可能你睇落去好健康，而其實咧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已經有年輕化嘅趨勢，一定要做定期嘅身體檢查。第三，恆常運動，千祈唔好諗住做運動一定要有全盤計劃，又買晒鞋，又寫晒1週嘅計劃。其實着對波鞋落街行下，急步走，攞個2公升嘅水樽舉下，從簡單開始 OK。所以健康咧都係點滴累積嘅，千祈唔好等個身體差嘅時候先去行動啦，立即 action。仲有，記得將呢一段片 send 俾經常透支健康嗰一位朋友啊，關心下佢啦。